以西台南造市场的改良发想，大菜市中现风华。今年为期16天的台湾世界展当中，聚焦食甲穿两大主题，边爱永乐市场，更透过美学设计计划整体换新。其实设计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只要你愿意接触、愿意改变，设计是在每一个人的思维里面。那也希望大家去想象对于一个旧场域再利用的可能性。市场不是只有长辈可以去，年轻人也可以来走走看看。用创新设计手法，结合台南高人气的产业资源，来回应时台南当时未来的主题。期间所起印的人潮有420万人次，预估经济产达50亿，会当讲是相当成功。2025将由中华来举办，馆长王惠美特别来观摩，包括古迹也好，或者现代的美术馆也好，那怎么样把当地的元素那放到我们设计里面，那甚至于未来的一个这个趋势哦，那我这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哦。真的很高兴，今年台湾设计展在台南400哦，做一个很高的一个结尾哦。那我们能够带动城市未来的发展，那更期待明年台湾设计展在彰化。台南借着举办设计展的机会，思考如何将设计融入城市治理，展现新的样貌。期待明年也会当予中华丰富优质的历史甲人文更加的好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